不要走，不要走，陪我。李欢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你陪陪我，我知道你不会抛弃我，不会扔下我不管的。芳芳，不要走。 小芳，喝水。谢谢。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走吧。你一个人在家小心点啊。知道了。好。你开车要小心一点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快回去吧。早点回来。拜拜。 芳芳，等一下，李欢。昨晚是你送回来的啊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干嘛这么客气啊？啊，对了，你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好。不错。喜欢就好。昨天晚上你喝多了，酒吧老板找你手机，说只有冯冯一个号。 所以打过去以后，他说他有事儿，就让我过来接你回家。这样啊。李欢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问吧。你为什么手机里就冯冯一个人的号啊？我老记不住他的号码，所以就存到手机里了。你这个理由也太蹩脚了吧！现在，小峰和叶家很相爱。但是你说他们叶氏家族会答应这门婚事吗？叶家喜欢冯峰，喜欢冯峰，他不会被他父母左右的。哎，像他们这种豪门子弟啊，我就觉得没有一个靠谱的。 这个叶家还真是算个稀有动物了，而且小峰跟我说他过一阵儿写完那本小说，就和叶家结婚。他们要结婚了啊，其实算一算时间也挺快的。 我该给他们准备一份礼物。
家里有人吗？开一下门，我们是警察。有人没有？开一下门。你就是李欢吧？你涉嫌一桩重大经济案件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协助调查。李欢，你能谈谈你的心路历程吗？李欢，你能谈谈你的心路历程吗？叶先生啊，刚才我看了电视，这李欢被抓，你是怎么看的？当局查出了他近2年所有的活动记录，掌握了他所有的行踪。奇怪的是，查不到他2年之前的任何记录。这李欢不是说过他是个孤儿吗？小时候还吃了不少苦呢。孤儿？李欢的思维特别敏捷，知识异常渊博。除了上次打架，再也找不到任何不良记录。你还会认为他只是一个孤儿吗？芬妮来了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李欢为什么被抓呀？警方说他涉嫌经济案件。叶波，你赶紧救救李欢，他出事儿了。我一听我大哥出事了，我急的是满嘴冒泡。怎么回事啊？是因为炒股的事儿。炒股怎么可能被抓呀？又不违法。我大哥炒股赚翻了，他入股的时候还不到100万块钱，这不到1年的时间赚了9位数，有关部门能不注意吗？我听说李欢当时买了500多次的股票和期货，而且每股全都是涨。人家警方觉得根本就不可能简单的靠运气来解释这件事，肯定是内部消息，肯定里边有事儿啊。李欢在这世上能认识多少人啊？怎么可能有内部消息呢？这正是警方担心的问题啊！他们发现他所有的身份和背景全都是伪造的。那个身份背景是伪造的，反正身份证是我伪造的，不过他什么身份背景我也不清楚啊。哎，1000多年前的人肯定没什么身份背景啊！什么什么1000年前啊？哎呀，这个贱男人，你说他赚那么多钱干嘛呀？哎呀，你们别看我呀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来了！哎，芬妮小姐，你和股神李欢什么关系啊？芬妮小姐，你和股神怎么认识的？不好意思，你不是曾经各大船商入队出入各大场合吗？怎么会不认识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什么李欢。芬妮小姐，我跟他没有什么私交。你对股神李欢被捕有什么感想啊？抱歉，这些我无法评价，谢谢。这不是叶家四少爷吗？叶波不是和芬妮分手了吗？难道是假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走开！芬妮，你左边是高富帅叶波，右边是股神李欢，请问你最后会选择哪一个呢？那个，我个人情感问题暂时放到一边，我希望大家能关注我的事业，谢谢，谢谢。芬妮小姐还要去拍广告呢，大家让一让。来让一让。芬妮小姐，让一让。芬妮小姐等一下，芬妮小姐回答一下吧，先别走啊，芬妮小姐。对不起，大家让一让。不好意思，别拍了啊！那怎么走了呀？哎，等等！小凤，刚刚我跟记者那样回答，你不会看不起我吧？芬妮，你想的太多了，我理解你。你刚刚复出，那些记者就喜欢捕风捉影，你要被他们抓到把柄，前途就毁了。而且就算你说了什么，对李欢也是没有帮助啊，何苦白白牺牲呢？小凤，谢谢你能理解我，真的。李欢那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看样子全世界的记者都要出动了。听说他被关在一个宾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难为他，不知道怎么才能见他一面。哎，峰峰，要不然你以家属的身份去，看能不能见到李欢呢？一般人被关押都是要通知家属的。可他已经出事半个月了，也没有人来通知我，我肯定不能以家属的身份去啊。
也是，说不定他们已经认为李欢没有家属了。李欢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他就是不想连累别人。不行，我得给他请个律师。冯小姐，这边。哦，牛组长，李欢会有事吗？李欢还没有定罪，把李欢带出来。好。他这个案子啊，还到不了定罪那个地步。谢谢你啊。不用谢。啊，那你们先聊。李欢，你怎么样了？芳芳，每次落难的时候，都是你来看我。谢谢你。你别太担心，我和芬妮、叶波已经替你找好了律师。你要相信我，我是无罪的。我相信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李欢。你没受欺负吧？有没有受苦啊？我受苦？我每天在这里过得可好了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环境也好，每天过得跟皇帝似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那么调皮？你当时来度假的呀？我又没定罪判刑，根本就不算坐牢。再说了，我跟他们说啊，我亲自给他们操盘，验证我股神的奇迹。结果怎么样啊？结果，哟，这不是叶博士吗？怎么有时间找我喝咖啡啊？你少在这挖苦我，我来找你是有事情的。我没听错吧？叶博士找我有事儿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给李欢找了一个律师？你把人家媳妇儿抢了，还想把人家送进去啊？叶波，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。我来这不是跟你吵架的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看看李欢这个事情，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？哼！哎呀，我说今儿刮的这是什么风啊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你关心起你的情敌了？我大哥最近真挺背的，看你能怎么帮他了？他们给我准备了一台电脑，我就选了20多只股票，个个看涨，所以结果可想而知。被他们传的说这里关押着一个真正的股神。切，看你那样，到哪里都能混得开啊！我就不该关心你。不过有件事情我挺担心的啊。他们在调查我的身世啊。调查我这个孤儿真的很不容易。一些老人死的死，离开的离开，谁会在意一个孤儿？如果他们不肯放你出来怎么办啊？听说取保候审需要押金，我的账户已经被冻结了，钱取不出来。出租屋里不是还有200万的吗？应该够了吧？芳芳，我这次出来，可能就一文不名了。我下半辈子就得靠你养活了。做梦吧！你还是去当鸭吧。好啊，那我就为你当鸭，伺候你下半辈子。1000多岁的人了，身体也不知道行不行。芳芳，后天是我的生日，你一定要来看我。你还有生日呢？我为什么没有生日啊？每个人都有生日，我又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那你去年怎么没说过啊？去年的时候你根本不理我，我怎么说呀？我现在也没搭理你啊。那你不搭理我，你来看我干嘛呀？你那天想吃什么呀？
你真的要来看我呀？真的呀？哎呀，我想吃。我们以前住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去买豆浆油条，我就要吃豆浆油条。你记得12点之前一定要来看我。看我心情吧。啊，你一定要来啊！你老太太呀，复读了一遍又一遍。你又没回答我一遍又一遍的。学坏了，会耍嘴皮子了。哎，峰峰，你一定要来看我。看心情。一定要来看我。哎呀，看心情。你一定要来看我。看心情。一定来看我。喂。你好，你好，请坐。李欢的案子有胜算的把握吗？本身这种事情呢，举证就很难。加上李欢没有任何复杂的社会关系，要获得非法内幕交易的举证就更难。除非调查组能够查出李欢非法集资、暗箱操作之类的具体行为。不过目前来看，李欢好像都没有这些嫌疑。那是当然了，杜律师，我大哥正人君子，不可能干那些非法的勾当。叶先生，还是需要进行取证才能够证明。李欢可不可以取保候审啊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到现在还没有查到他的任何不良记录。他们只不过是想得到一个解释：李欢为什么对股票如此的精通？我大哥神人一个呀，他那脑子绝对是聪明绝顶。股票在他的眼里，那绝对是大学生算小学生的算术题。李欢就是一个草根，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大人物，何来谈内部交易啊？他绝对不可能违法乱纪的。哦，对了，李欢的身世很奇怪，你们对他的情况了解吗？我们对他现在的事儿比较了解，但是他的过去，我们不算太清楚。他的身份问题比非法交易内幕更让人起疑。到现在都没有查到他2年之前的交易记录，这恐怕会比股神这个身份更让人有兴趣啊。你说李欢不会被当成一个特工让人抓起来吧？你不是应该了解我大哥的过去吗？他不就是山村里的一个农民吗？有什么过去啊？哎，说的也是啊，现在农民工流动性那么大。就是啊。律师跟我大哥交谈，说我大哥的头脑异常聪明，条理异常清晰，这能没受过高等教育吗？李欢在学历上并没有造假。再说了，谁说农民就不能知识渊博呢？那享誉世界的袁隆平教授，成天还泡在稻田里呢，对吧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大哥那股市交易记录500多次了，都无一失手，这不论是牛市熊市都屹立不倒，这又怎么解释啊？运气好啊！峰峰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这又怎么解释啊？运气好啊！峰峰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其实吧，李欢他小的时候从拖拉机上摔下来了，脑震荡啊，3天3夜都在昏迷，醒来以后就变神童了，长大以后就成现在这样了。我大哥还经历过这些事儿啊？苦，太苦了，very 苦。
茶。哎，叶先生，你来了啊！你好，小风。叶家这么叫你，不介意我也这么叫你吧？啊，我是叶佩，叶家的父亲。伯父您好。叶家还没回来呢。我今天是专程来见你的。伯父，我给您倒杯茶吧。嗯。好，谢谢。我来过好几次，恰巧你都不在。叶家这小子也不说一声，我一直在等他，看他什么时候肯把你介绍给我们认识。今天我来这边的事情，不要告诉叶家。这个您放心，我不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。嗯。既然你跟叶家谈恋爱，就不应该跟李欢闹出绯闻。我并没有闹什么绯闻，我跟李欢也没有暧昧。就因为他是公众人物，所以出现在他身边的一切女性，狗仔队都会疯狂的关注。你既然知道他是公众人物，就应该对他敬而远之。只要不是事出突然，我对他都是敬而远之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有一次为李欢和别人打架，一个女人肯为男人拼命，你还能说对她没有特别之处吗？那一次打架，我、李欢还有芬妮都是同路人，敌我之间不是朋友就是敌人，妇女儿童不出手，敌人就会放过他们吗？那样就不会有南京大屠杀了。那种情况下，就算他不是李欢，换做其他人，我也会冲过去的。我从小就生长在市井，我信奉的是人打还打，人骂还骂，没有千金小姐的礼仪风范。你对李欢实在太好了，他的事情都是你在奔波，他没有其他朋友吗？李欢究竟是什么人？叶波也是他朋友啊，你可以问叶波。叶波并不了解李欢，李欢究竟是什么人？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你和叶波都对他那么好？难道在你心目中，他真是个特别的人？是不是你自己还无法确定？李欢对我而言，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。这种特别，其他人永远都无法了解。叶家，李欢的事情，你检察院的朋友怎么个说法？哦，我那个朋友说啊，如果他真的是作奸犯科，那他就没办法了，只能给他法律制裁。那李欢不会被判刑吧？他不会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吧？小凤，你这么关心他？哎呀，不是，李欢他真的没有问题。我相信他是被冤枉的。对了，明天是李欢的生日，我可不可以？你想去给李欢过生日是吧？小凤，我是这么认为的，这为朋友的事情奔波，不可置疑。可过生日不同，毕竟你已经为他做了很多事情了，该做的也做了，不该做的也做了，这以后的事情还是得靠他自己。你说的对，那我不去了。他澄清跟股神李欢的谣言，芬妮跟李欢只是见过几次面而已，并没有什么私交。
芬妮接受记者采访，并宣称跟李欢毫无关系。或许这正印证了戏精子总会发光这句老话。如今孙红雷的记录越来越宽，而他的李欢，男女老少，在圈内还有一位像李欢，一样的小野型男，有人来看你了。只不过和孙红雷相比，他总让你穿谁的境遇似乎更糟。伯父，您怎么来了？李欢，我调查过你的身份背景，叶波告诉我，你的身份证是他帮你弄的。我也去过那个乡村，他们说，李欢是个孤儿，20年前已经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，生死不知。而你用李欢的身份不到2年，这之前20年的经历完全查不到。伯父，乡村的身份证管理非常混乱，很多人有2个身份证，还有的人呢，因为升学、搬迁，或是档案丢失，一时成了黑户，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你这个说法也过得去，可是冯峰失踪1年多，一出现就和你在一起。冯峰只是去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旅行而已，我跟他呀，就是在这次旅行中恰巧碰到了。李欢，你究竟是个什么人？伯父，我跟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吗？一露面不到2年，却在娱乐圈、股市圈可以翻云覆雨的人，会是普通人吗？但比起您驾驭那么大的商业帝国，我真的只是个普通人而已啊。我的帝国是花了3代人心血才有的，我那也是一时投机而已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这不，账户已经被冻结了。这个我知道，所以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是想和你谈一谈。伯父有何指教？我呢，就不拐弯抹角了。我可以跟有关单位交涉，把你的账户解冻，让你成为自由人。您肯帮我，为什么？李欢，你身份虽然可疑，但并没有不良案底。你有没有兴趣来帮我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我要看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再考虑一下，接不接受这样的好处。李欢，怎么今天这么高兴啊？今天我女朋友来看我。女朋友？就是前2天来看你那个小姑娘。不是，不是，看你那样跟打了鸡血似的。是吗？哎呀，不是女友，哪有那么大动力啊？哎，牛总这步棋下得好啊！他为你的事儿啊，到处奔波，可是有情有义啊。峰峰啊，不会抛弃我的。刘组长，我想打个电话，能不能麻烦你？啊，谢谢。小凤，电话。我洗澡呢，等会儿再说吧。
喂，您好，哪位？我找冯峰。小凤不在家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。我找冯峰没找你。李欢，你找他干什么？李欢，每次出事你都是依靠女人，小凤不欠你的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我要跟冯峰说话。混蛋，把电话给他。李欢，我是小凤的丈夫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。你丈夫怎么了？结婚了吗？她是我未婚妻，请你不要再骚扰她了。电话给他，快！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要再骚扰我老婆。喂，喂，喂！洗完了。谁给我打电话啊？啊，李欢。知道什么事儿吗？他过生日没等到你，所以打电话过来，我就警告他，让他以后少骚扰你。你干嘛跟他斤斤计较啊？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他不过就是我的一个熟人，你才是我的爱人，这本质上就有区别呀。小凤啊，可是他没有把你当熟人，我是男人，这点我最清楚了。李欢那么风流，你看看现在，满天都是他和芬妮的花边新闻，还有和其他人的莺莺燕燕。有就有呗，只要你没有花边新闻就行了呗。你说，我背后这么说他，是不是有点太小人了？没有啊，他本来就挺坏的嘛。他以前做皇帝，3宫6院都已经习惯了，根本就不懂什么一夫一妻制。有钱了就跟现在那些臭男人一样，成天花天酒地的。什么演员啊，哎呀，反正只要是个女人给他打电话，他就立马把朋友抛到脑后去了。那样最好，省得他以后骚扰你。对了，我爸已经跟检察院的人沟通了，明天李欢就能被保释出来了。真的？那你帮我谢谢伯父。谢什么呀？对了，保释他的钱你就不用准备了。为什么呀？他的钱不是被冻结了吗？李欢前段时间给了我200万，正好交了保释金和律师费，也算用得其所了。李欢给你200万，为什么？他当时炒股票的时候投了10万块钱，那个钱是我跟他一起挣来的，所以现在股票挣钱了，他就分了我一部分。小凤，你和李欢到底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没有了。我要去研究所了，这2天不回来了。叶佳，我现在把钱用在他身上，不也相当于还给他了吗？小凤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如果是你投资的，那就是属于你的。只是你应该告诉我一声。叶佳，我又做错了。哇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我生日那天你去哪儿了？哎，股神来了，股神来了，快边的！麻烦你带冯小姐去那边。哦，好。你好，我们想问一下，这次你被释放了有什么感想吗？还有，你会被判刑吗？你被称为股神究竟有什么秘诀？现在股市跌得特别厉害，许多散户受损严重，十分痛恨非法获取内幕消息发财的人。你如果没有内幕消息，可不可以谈谈你在股市上的心得体会呢？有关部门指控你非法获得内幕消息，请问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吗？请你谈谈目前的股市走向吧，很多股民很关心这个问题。还有，你能透露一下吗？当初你退出超级帅哥比赛，跟这事有关系吗？李欢先生，芬妮小姐你认识吧？她说你们只是普通朋友，可是我们听一位曾经在你家工作过的保姆说，你和芬妮曾经同居过，是吗？听说所有这些事情都我们快走。神秘的女友为你操办的，请问她是你女朋友吗？不好意思，无可奉告，无可奉告。那边那位小姐是不是那个神秘女士啊？过去看看，走。快，去快去。
你们干什么？不要拍！不要拍啊！请问你跟我什么关系？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真的无可奉告，不要打扰我的朋友。这个女孩真的是你女朋友吗？还有上次你在酒吧打架，有个女孩拼命的保护你，是不是也是这位小姐呢？哎，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关系啊？说一说吧，到底什么关系呢？对啊，说一下吧。说一下吧。对啊，就是说一下吧，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最重要的人，古神最重要的人。他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我最重要的朋友。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不是情人。很多明星都用这样的伎俩和托词，你们真的关系只有这么简单吗？喂，对啊，是啊，不要拍了啊！肯定不这么简单，有什么关系啊？别拍了！你们真的各位，大家听我说，我是李欢的代理律师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这样做严重的侵害了个人隐私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就不客气了啊！到时候咱们法庭上见。走，我们走。这样啊？别走啊！你们说一说，到底什么关系啊？队长，表个态啊！别走啊！快说一下，跟我们说一下吧，说两句吧，说一声。哎，李欢，哎，别走啊！哎。这帮记者追人的功夫，真是让人叹为观止，跑了半个城才把他们给甩掉。哦，对了，李欢，你今天可有失态啊？不知道明天他们会把你写成什么样子？他们那么拍冯峰，我忍受不了。哎呀，明天报纸一出来，不知道又会有什么可怕的传言。这些传言要是传到了叶家人的耳朵里，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。叶家跟叶家人知道了，怎么想我不管，但是谁欺负冯峰，我绝对忍受不了。冯峰，你不要担心，我并不担心，你能出来就好。不过这次的事情，的确不太清楚。你虽然被保释了，可是你的账户依旧被冻结，所以你一定要记住，最近的日子不能够出现任何的差错。他们冻结我的账户，而且不让我离开这座城市，这不就是变相软禁吗？哎，还是当心点好。哦，我得走了，晚上我还有个会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哇，这就是你的大 house 啊！什么 house？ 这是朕的皇宫，孟纳斯庄园。怪不得政府查你，活脱脱的一个土皇帝。你看这一大片土地，全部都是朕的。哎，狗改不了吃屎啊，还是老一套。小公狗段正淳，花心大萝卜千年僵尸。欢迎冯昭仪莅临。起驾。回来了。先生好。先生好。芬妮，原来你是金屋藏皇后啊！人家是公众人物，不方便去接我，所以就先在这等着了。不过说真的，芬妮人不错，对你也很好，私底下人家帮了你不少忙呢。你想八卦是吧？好了，别说悄悄话了，走，进屋说吧。走，我们先进去。哇！啊！天哪！你这是搞了一个西式的皇宫啊！来，把东西都摆好了。哎，你这是干嘛？以前你从来没陪我过过生日，我就自己买了个蛋糕，让大家一起陪我过生日。好啊！小智，唱个生日快乐歌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
许愿吧。哦，哇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生日快乐！什么呀？啊啊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呀，别跑！不要！看你再敢涂我！就这样安静的待一会儿。芬妮，哎，峰峰，啊，搞得我满脸都是。啊，快擦擦。哎呦，我这脸上，天哪！其实，李欢挺喜欢你的。我看啊，他喜欢的人是你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俩曾经在一块住过，你是不是被他给那个了？啊？瞎说什么呢？你就承认吧。我跟你说，他才不是我的菜呢。他呀，就是小公狗，段正淳，花。哎，其实他人挺好的。你知道他当初为什么叫你皇后吗？为什么？唉，因为啊，你是他梦中的皇后，他对你可是日思夜想的。行了，别胡说了，怎么会呢？我说真的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我最了解李欢了，他真的挺喜欢你的。你要是对他有意思的话，要趁早下手，别让别的女人给抢了。可是什么呀？哎，你就说你愿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吧。李欢确实特别帅，而且又善解人意，又体贴温柔。要是和他在一块儿，肯定不会无趣乏味的。哎，啊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你不是都已经安排司机了吗？那，你多保重啊。我们两个现在终于成朋友了。谢谢你以前那么维护我。我们只是朋友吗？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朋友而已啊，最起码我们还曾经有过肌肤之亲呢。你少来！你再说，我跟你说，朋友都做不了。好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现在正在取保候审的阶段，你万万不能冲动，一步都不能大意，要不然麻烦就大了。他们能把房子、车子、现金还我就不错了，反正我钱来得快，冻结了也无所谓。只是他们现在是限制我出境，反正我也没有出境的打算。哎，芬妮对你挺好的，你要把握机会啊。可是我喜欢的人是你。你本来就喜欢皇后嘛，现在终于有机会了，嘿嘿。蠢女人。你看看你这里啊，装得跟皇宫一样。现在皇帝有了，再来一个皇后，芬妮真的好适合你啊。皇宫里没有冯昭仪怎么行啊？千年的老怪物，赶紧去洗澡吧，陪你的皇后吧，加油！你不准走，不回来！快走快走，要不然我叫保安了啊！快走啊！王伯，怎么了？这个乞丐一直在这里不肯走啊！
姐姐，萧兆业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姐姐，我受不了了，每天晚上他们5、6个富婆轮流着折磨我。王伯，他是我一个朋友，你先回去吧。好的。哎呀，我跑到大街上，我没钱吃饭，我就偷钱，被他们抓着打了一顿。我经常被丐帮的那群人打。那刘子业他们几个呢？他们都跑出来了，可是后来我们跑散了。姐姐，我好饿啊！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走，跟我回家吃饭去。你慢点吃，别烫着了。哎呦，真是个千年的饿死鬼。李欢，对不起，我跟媒体说，跟你没关系。芬妮啊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而且冯峰也跟我说了，说你在暗中帮了我不少。其实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啊。没有，其实你真是个绝版好男人。你是不是不会让女人流泪啊？我可不是什么绝版好男人，我伤过好多女人的心，我是一个暴君。暴君？哪有这么说自己的？怪不得小峰总说你是什么千年僵尸、神经病。我现在知道了。芬妮啊，你要是喜欢这儿的话，就留下来住吧。真的？嗯。谢谢。哎，你慢点吃。天哪，这怎么饿成这样了？姐姐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这是干嘛呀？你用不着谢我，你当皇帝的时候做了那么多坏事，贻害天下，这样的下场你也活该。姐姐，我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今天才知道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欺负那些没权没势的人，是多么可恨的一件事。不知道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不过有这样的体会，也算是不错了。再喝点水吧。小峰，回来了。这是谁啊？王伯。哎，去带他洗个澡。好的。等我一下啊，我跟你解释。与叶波在一起时，我觉得自己像个姐姐，永远都在照顾他的心情，就像狂风一般，不知道终点在何处。李欢不一样，他像个精神病人一样出现，时而风言风语，时而专注温情。有的时候，我都分不清他对我的感情究竟是什么，就像分不清我自己的内心一样。我们几个人，真的好像他说的那样，从前世就纠缠不清，到了今生，还要绑在一起吗？叶佳，你别生气，你听我说。刚才那个人叫萧兆业，就是关在后院的皇帝。你不是给他们找工作了吗？他们怎么又回来了呢？哎呀，我把他们送到夜总会去当少爷了。
结果被富婆们折磨得受不了了，他们就逃回来了。小凤，你自己说，你说你这都干了些什么呀？乱七八糟的。但是他们没有你想的那么坏的，在李欢的教导下，他们已经改了很多了。李欢，李欢，一个李欢还不够，你又弄了一个皇帝团队了。你别生气好不好？行了行了，反正我就是担心你和他们在一起会有危险。李欢，这是我刚刚烤的蛋糕，尝尝吧。好啊。你在干嘛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那就好。这是我特意为你烤的。其实，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会过这样的生活。芬妮，你要始终相信，你是最好的女人。比这样更好的生活，你都会有。我相信。天哪！宝社股神李欢的女人，居然是叶博士的女朋友啊！是吗？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是叶家叶先生吗？啊，是我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娱乐周刊的记者，我想采访您几个问题，可以吗？采访我？你们搞错了吧？没有啊。你的女朋友替李欢出头了，这个你怎么看呀？另外，你的女朋友是李欢最重要的人，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？刘佳，这2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看这2天的新闻吧，大致上也就是说冯小姐和李欢之间的事情。怎么样，伯父？这就是您请我来吃的唐僧肉。这是我托人从大兴安岭深处原始湖泊带出来的，当地人叫它长寿菜。你再尝尝看。味道有点甘苦，还有淡淡的清香，跟其他野菜没有什么区别。哎，李欢，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那种让人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、瓜果奇珍吗？我认为，让人延年益寿的方法就是合理的饮食、合理的运动，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活。伯父，何出此言啊？人呐，老了，毛病都出来了。以前呢是拿命换钱，现在是拿钱换命啊。我现在把很多事情都交给老大、老二、叶波去处理，我自己呢闲下来，好好享受生活。其实伯父有空的时候应该多出去走走，修身养性。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，里面写的是有关灵丹妙药的事情。在一个古老的村子里面，百姓平时用一种草药泡水当茶喝，而且村子里的人平均寿命都在90岁以上。其实人的寿命，从理论上来讲，活几百岁没有问题，就是要看能不能控制机体的老化。也许人老了，就都会想尽办法去对抗自然衰老，要不然求长生不老怎么会是人们千百年的梦想呢？生老病死，花开花谢，长生不老只是人类的一个奢望而已。李欢，长生不老不是坏事。控制机体老化的常识，从古代的道家、佛家到现在的科学家，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追求。也许不久的将来，人类衰老的现象被破解。不过，如果人类长生不老的话，那烦恼也就多了。你想想，人类将不死亡，继续繁衍，那将是多可怕的事情！那这个世界岂不乱套了？哎，李欢，一会儿去研究所，我给你看几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
叶先生，您看一下。好。李欢，见过这种花吗？这种花还真没见过，而且还开得这么妖艳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长生花。古书中记载，这种花具有长生不老的功效。也就是说，这花就是素的唐僧肉了。素的唐僧肉，这种说法有意思。可惜啊，目前还不知道长生花的繁衍和培植。你这儿这么多科学家，培植一株花对您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？你知道长生花用什么浇灌吗？鲜血。这是用动物的血调制的，长生花要用血液才能存活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这个不是很理想。我在想啊，是不是要改用人血来浇灌呢？你不必惊讶，北魏时期当朝国师迦叶，就是他从印度引进的长生花。迦叶，李欢，有些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。我正在搜集相关的科学依据。你要记得，我们曾经私下协议过，我免去你的牢狱之灾，你答应帮我做事，我请你来加入我的团队，让我们一起来揭开长生不老的秘密。长生不老的秘密啊！如果人类衰老的秘密被揭开，那可是举世震惊的事情啊！哎，当年在永寿寺的时候，迦叶他是怎么治好你的病的？说出来啊，吓死你！他用自己的血浇灌一种黑色的植物，然后让它们的汁液给我做药。哎，这个房间不用打扫了，你去楼上忙吧啊。为什么不打扫？哦，老板关照过了，这个房间不需要打扫，也不允许任何人进去。哦。那你去忙吧。啊。9月13日，峰峰说我们别再见面了。可是看到白裙子，还是忍不住想买下来给她，就好像她穿着自己改装的白裙子，站在我的皇宫里面一样，让我心醉，让我以为你还在我的身边。